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伫咧防疫这段时间，大家无代志，尽量踮伫厝内，莫伫咧外口乱踅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上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乱踅的乱。读做乱，这是鼻音，有人说乱，这字乱就有甜的意思，像咱讲囡仔死乱人、好乱人。这字乱嘛是无，要讲有的代志，像讲乌白乱人。扣掉乱踅这个词，一般读做乱，后壁拢是轻声较济。另外，这个文音读做耐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乱踅，本来是讲虫或者是蛇扫来扫去，落尾手会当讲是一个人看起来，敢若是无意无意、无目的，安尼行来行去。第二个词死乱人，意思就是无负责任，硬要讲是别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贼仔要偷摕进前，已经先入咧现场乱踅，代志明明就是伊做的，伊煞硬要死乱人，拢互监视器电眼翕甲一清二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乱，这是鼻音，另外文音读做耐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